點解香港嘅教育制度可以叫家長要無限包容新移民，但對本地小朋友要求咁高，一啲包容都冇啊？我個小朋友1年級入咗學校，先發現所謂名校中文堂全程都係用普通話講，小朋友上堂完全聽唔明，跟唔到，梗係唔適應。老師打電話嚟督促家長，我哋要跟緊啲，唔好俾小朋友落後。其實用小朋友唔熟悉嘅語言上堂，要時間適應好正常。點解問題唔係出喺普教中度？點解小學1年班就咁急要用普通話教佢哋？講緊仲有普通話科，要佢哋一嚟將呢敲麻拼翻做繁體漢字。喺新聞課都嚟埋呢，新移民小學生就可以用簡體字測驗啊考試，中學生仲可以揀簡體字試卷。啲學校仲要我哋啲本地家長包容佢哋。即係新移民學生唔識繁體字就要包容，但係本地學生唔慣普通話就要硬食。而家點算？本地家長仲要俾錢請人補習，用廣東話再教翻一次課文。我想問一句，蔡若蓮局長，你仲記唔記得邊啲先係香港人嘅小朋友？香港人係咪應該講廣東話，寫繁體字？你自己都有小朋友㗎，都知道小朋友壓力大，後果好嚴重。咁點解你仲要迫害其他人嘅仔女？